有罗汉哦，所以呢，改因的经济就摆起这个罗汉的这个主题哦。来，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林彦秋老师啊，林老师啊。哦，咱讲学了在读书吼，这是连读书都无在来读，都嘴也开开安尼啦吼。哦，过来哦，原来林老师的一个歌导哦，陈一秀哦，陈一秀小姐哦，来这里哦，你快点来，你这里来。哦，这个妙龄女郎都要怕不着。这就是咱南部重钢琴哦，金西金哦，英雄拢会当看到这个不要法哦，但是啊，你这旁边这个哇，无跟他讲哦，有样优秀的所在。好，谢谢我们陈小姐啊，陈小姐哦，这开始不简单哦，来。